我今日主要想講嘅呢，就係糖尿病，大家覺得呢，糖尿病可唔可以逆轉㗎？頭先聽咗張醫生話，原來真係可以緩解嘅喎，真係可以唔食藥都有人真係可以做到糖化紅素細過5.7嘅。咁究竟有啲咩方法啊？我哋認識糖尿病咧係一個唔能夠逆轉嘅病嚟嘅喎。以前我哋以為咧糖尿病，因為有糖尿病一世有糖尿病喎。咁過去嘅觀點咧就係咧佢係一個進行性嘅進行性即係咩意思啊？係一定會差落去㗎，同埋咧係無法治愈嘅終身疾病。所以好多人咧聽見咧有糖尿病就好驚啦。咁但係而家咧新嘅共識咧喺2021年咧，美國同埋歐洲嗰方面嘅權威咧都指出，原來糖尿病係可以緩解嘅。咁原來咧有幾個唔同嘅方法嘅，其實有好多方法嘅，我只係提供幾個方法啦。低碳水化合物飲食嚇，我應該會再詳細少少講低碳水化合物飲食，同埋咧好低卡路里嘅飲食、運動同埋手術。